经拿到了铜匣，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？为什么？爹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光复大明呢？只要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个天下姓朱或者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们为什么要挑起战争，让全天下生灵涂炭？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现在的朝廷合作，把我们的才能用在治国安邦上呢？混账！你居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你这次回来是受康熙挑唆，回来招降我们的吧？爹，从小到大你都教育我，说大清朝廷是如何的残暴无道，朱明天下才是正统。只有让朱哥哥当上皇帝，全天下的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。但是在这大半年里，我跟康熙相处的这大半年，我看到的康熙，他心里不仅有朝廷，还有全天下老百姓和他们的疾苦。他励精图治，他是一个好皇帝啊！住口！继王，不要！不可，不可呀！爹，就算你今天杀了这些话，我也要说。欢儿，我们能不能别再光复大明了？你别说了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几天好日子吧。欢儿，继王，你不要忘记，懿欢除了是你的女儿，她更是大明的她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呀。虽然她现在受到了蛊惑，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，可是你好歹要看在她那死去的娘的份上啊！你可知？你可知你是我大明的大明最后的希望。倘若你也被策反了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的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。欢儿，你是不是中了那个小皇帝的毒了？自古帝王之心最难猜揣测，也最是无情。你怎么能相信那个清廷皇帝的情爱和仁义呢？啊，二师傅，三师傅，爹，如果你们接触了康熙，你们会发现，他是个仁爱大爱的皇帝，他会是个好皇帝的。你，欢儿，继王，冷静一点。继王，冷静一点。眼下欢儿算是被那个狗皇帝蛊惑得很深，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。可是我们急也没用，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认清那个狗皇帝的真面目，慢慢让他想明白。我相信他亲娘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他的，不会让那些敌人利用他的。我李定国愧对先皇，愧对大明啊！欢儿，相信你一定知道，在我们之中，谁是奸细？那间，他是你四师傅吧？三师傅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撤到这里之后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我们剩下的人之中还有清廷的奸细。我跟那二师傅不可能是奸细，剩下的就只有你四师傅了。如果叶明章是奸细的话，那默笙岂不也是奸细了？还用问吗？
难怪倩影从吴应期手中得到金钥匙以后被调了包。开始我们还怀疑是吴三桂，后来又怀疑是唐一手。如今看来，一定是叶默生。爹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叶哥哥还有四师傅？你会杀了他们吗？如果他们只是清廷的奸细，我还可以饶他们不死，废了他们的武功就算了。可是，他们冤杀你五师傅，这笔账一定要血债血偿。对，一定要他血债血偿。不好，如果他们父子是奸细的话，他们会不会打铜匣的主意？老四，你放下铜匣，我饶你父子不死。李定国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？能上你的当？我杀了唐一手，你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老四，老五暗恋你这么多年，默默地等着你，一直不肯嫁人。你一直借口放不下你死去的夫人，不肯接受她的情谊，这就算了。可是我想不到，你还狠心把老五杀了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当时你们查内奸查得那么紧，我不让唐一手做替死鬼引开你们注意力，我和默生就没办法在你们中间潜伏。你们是光复大明为毕生的理想，而我身为大清子嗣，也必须效忠大清。事到如今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动手！住手！倩影，倩影，都住手！3位师傅，放我跟我爹走，不然我就杀了樊师姐。呸！你这个奸细，不配叫我师姐。对不起了，各为其主，身不由己。走。叶哥哥，你真的忍心杀了樊师姐吗？若是在平时，我宁愿自己死，也绝不会伤害你们。但现在，我是为了救我爹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数3声，如果你们不肯放我们父子走，我就杀了倩影。休想！叶明章1、2，你敢杀倩影，我把你碎尸万段。3，慢！慢着！慢！叶明章，你也是看着倩影长大的，难道你真忍心杀了她吗？只要你们肯放我们父子走，我保证，倩影毫发无伤。你不就是想要人质吗？好，我来当你人质。相公，只要你放了倩影，你要杀要剐，任凭你处置。爹，不要！倩影，你是爹的女儿。你小的时候，爹为了救一欢，害你被熊抓毁了容。这件事在你心里一直留下了很深的阴影，而在爹的心里也非常愧疚。后来吴应期把你的脸治好，可爹还是觉得对不起你。这次就让爹来偿还吧，让爹来做人质。啊！爹，女儿早就不恨您了。真是父女情深呐！李定国，还是你够狠！当年为了保护永历帝，你居然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妻子女儿，来成就你自己的愚忠。今天，你是想用倩影，还是想用樊兄来成就你的另一番功绩呢？爹，叶明章，今天我放过你们父子，但是你背叛明珠谷，杀了唐一手，这个血债，我早晚会让你偿还。没想到啊，一向冷酷无情的晋王，竟然也懂得了能屈能伸。少废话，放了倩影。人我会放的，不过
我们要到了安全的地方才能放。你，往上走。千阳，樊师姐，都别过来！千阳，叶明章，你们已经到了安全地带，快把人放了！我们到了安全地带，自然就不怕你们了。人我是不会放的，他也是朝廷的重犯。叶明章，想不到你出尔反尔，毫无信用。你看着我走！叶明章，千阳，你看着一环，白兄，我们追！好，千阳。相公，爹，义父！你们的法子，我早就做了手脚。一受重力必定会散架的。我这个竹牌是牛筋绑的，这是我早就想好的逃跑计划。叶梦生，没想到你和你爹都是这种毫无信誉的卑鄙小人，难怪小师妹她不喜欢你。千阳，千阳，千阳，义父！混蛋！爹，既然你已经安全了，我们就应该信守承诺，放了樊师姐。千阳，来，樊师姐，千阳，千阳，你没事吧？傻孩子，别哭了，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我原来以为你心里没有我，没想到你这么爱我。傻孩子，你是爹的女儿，爹怎么会不爱你呢？爹娘都很爱你。现在没事了啊？没事吧？对了，爹，四师傅跟叶哥哥真的拿走了铜匣，怎么办啊？你现在知道急了。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再跟朝廷作对，让天下陷入内乱。可我也不想让康熙拿到铜匣。靖王，奕欢的事情以后再商量吧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拦截叶氏父子。好，我知道一条小路，也许能赶到他们前面。那快带我们去。走，走。走。他们来了，准备动手。啊，爹，不行！叶欢，你要是阻挠我们夺回铜匣，爹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。不是，爹，你看现在是黄昏，应该是倦鸟归林，可是现在群鸟乱飞，这说明附近一定有埋伏，咱们应该观察一下，再行动。靖王，欢儿说的对，我们不可以情急之下乱了方寸。叶赫大人，叶赫公子，皇上命我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有劳索大人呐。那我们就请吧。走，撤。好险啊！亏了皇儿心细，不然的话，不仅拿不回铜匣，我们也无法全身而退。要是我们被擒了，这朱明联盟可就群龙无首了。康熙现在手上已经有了铜匣和一把金钥匙，如果再让他得到另外2把金钥匙，那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就彻底的完了。不但没拿到铜匣和金钥匙，太子也必定落到了他们手里。奕欢，康熙一边让你来劝降我们，一边暗地派人把太子抓走，还派叶氏父子来盗走铜匣，
设下埋伏，等待接应。你还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？你还坚信康熙他没有骗你？龙小弟，难道你真的是在骗我吗？你只是想要利用我，得到铜匣，再把我们都一网打尽吗？一会儿天皇太后和皇上召见咱们，你尽量少说话，一切由俺们应对。太皇太后和皇上宣叶赫大人父子觐见。这这回这铜匣子可是真的了吧？回太皇太后和皇上，这铜匣乃是奴才父子从李定国房间的暗壁盗出，不会有假。可取一盆水来，奴才愿为皇上和太皇太后当场验证。皇上，请看，这真正铜匣上面的龙，一旦入水，便如同活了一般。皇上，这叶赫那拉父子俩不仅是找回了一把金钥匙，而且还为皇上找回了真正的铜匣，立了大功了。皇上可得好好的封赏啊！回太皇太后的话，奴才父子对大清一片忠心，能为太皇太后、皇上效力，不求回报。有功不赏，那谁还替朕效命？叶赫那拉明章，朕封你为内阁学士，官从2品。叶赫那拉默生，朕封你为1等侍卫，留侍宫中。谢皇上隆恩。不仅他们父子俩理应封赏，还有一个人你也该赏赏。太皇太后宣答应乌雅如意觐见。臣妾乌雅如意，见过太皇太后，见过皇上。平身吧，都平身吧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乖孩子，过来，过来，来坐在哀家身边来。来，坐在哀家的身边来，来。皇祖母，这位是？她叫乌雅如意，由叶赫夫人一手把她养大，也算是叶赫那拉默生的亲妹妹了。如意今年呢跟着李宜欢一块入的宫，只因为她的性子太温柔了，不太爱出风头，所以呢就没有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因此呢就只封了一个品阶最小的小答应。以后皇上啊，得多多的疼惜这孩子才是啊。既然是叶赫那拉家的人，那朕是应该好好的疼惜。从今日起，朕晋乌雅如意为德贵人。谢谢皇上。谢皇上隆恩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再给皇上和哀家说说，李宜欢劝降李定国等人的归降之事进展如何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李宜欢归来之后，并未向李定国等人劝降，而是拿着犬子默生写给皇上的密信，向李定国等人揭发奴才父子是朝廷的奸细，逼得奴才父子不得不强抢铜匣。
那其中过程真是险象环生。幸亏樊倩影没有识破犬子的身份，被犬子突然袭击擒住作为人质，奴才父子才有命活着回来。这易欢他只是揭发了你们父子的身份，却并未劝降。啊，不错，李易欢告诉李定国，说他之所以跟着皇上回宫，一是为了保护朱慈轩，二是为了查出内奸。皇上，你赌输了。默笙，你怎么搞的？刚才皇上封赏咱们父子和你表妹如意，你脸上为什么连喜色都没有啊？我甘心为朝廷卖命，不过因为我是阿玛的儿子，身体里流的是叶赫那拉氏的血，并不是为了什么封赏。可你如此，岂不让太皇太后和皇上起疑心呢？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阿玛，我不明白，小师妹明明已经劝降了，而且还差点被大师傅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撒谎？你懂什么？如果易欢劝降成功，那咱们父子10几年苦心潜伏岂不白费？那还有什么功劳可言？何况，太皇太后曾暗中给阿玛下了懿旨，让我离间皇上和易欢的情感。难道阿玛还敢抗旨？这也是太皇太后的懿旨。不仅如此，让你悄悄抓住朱慈轩关进天牢，也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。默笙，你要记住，以前咱们身份没有暴露，还可以和明珠谷的人保持一份感情。现在咱们是大清的臣子，再也不能和明珠谷的人有任何瓜葛，你也不能称他们大师傅、小师妹了，否则你将给叶赫那拉家族带来灭顶之灾。我们今后要建功立业，扶持你表妹在后宫上位才是。皇上，皇祖，三儿答应你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见易欢，彻底放下他。但是皇祖母也要答应孙儿，不论任何情况，都要留他一命，不要伤害他。皇上，咱们祖孙俩一言为定。什么人胆敢擅闯宫门？我乃皇上的笔墨侍书，这块腰牌是皇上亲赐的。你等一下。能让他进去吗？听说这个职位撤销了。皇上有旨，笔墨侍书之职位已被撤销，这枚腰牌已经作废了。你是说，皇上不肯见我，连宫门都不让我进吗？没错。听说你以前很受皇上恩宠，可现在皇上连见都不想见你一面，还不快走！再敢在宫门口喧哗，我等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龙小弟，不，皇帝陛下，原来这才是你我真实的距离。好，我走。追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拦住他！别跑！让开！好孙子，这丫头只可训斥，不可伤的。闪开！
快滚！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强闯紫禁城？要不是头吩咐不能伤害你，10个你也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快滚！好，龙小弟，你不见我什么，我却非要见到你不可。哎呦，李公公啊，您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们怎么没看见您出宫啊？咱家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出宫办点差事，从侧门出去的。如今这差事办完了，自然就走正门了。你们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公公辛苦了。好说好说，改天请你们大家喝茶。谢谢公公。什么人？给我拿下！李公公，是我。住手！啊！原来是世淑姑娘啊！不对，现在没有世淑姑娘了，是李易欢姑娘。姑娘，你快走吧，皇上他不见你。李公公，麻烦您进去跟皇上说一下，说我来了要见他，万一他改变主意了呢？哎，没有用的，皇上已经说了，他不会见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帕交给皇上。好吧，我给你试试啊。龙小弟，以前我可以随时见你，我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你带来惊喜。可是如今，我们却已是咫尺天涯，这道门槛，我再也跨不进去了。易欢姑娘，皇上还是不愿意见你。那我的手帕呢？啊，你的手帕皇上留下了，皇上让我把这个还给你。龙小弟，你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你已经拿到了铜匣，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？为什么？皇上有旨，送李易欢姑娘出宫。
李德福，在，把这个拿去还给他。这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义父，这李易欢假扮成李公公闯进宫来，说要见皇上，被皇上轰了出去。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晕倒了。哦，他这是真晕倒啊，还是假晕倒啊？身体这么沉，想必是真的晕倒了。不过我听说他以前就有着头疼晕倒的毛病。对对对，听说他上一次晕倒了，皇上亲自守了他1天1夜呢。住口！别乱嚼舌头。皇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反党守上1天1夜呢？是卑职多嘴了，索大人恕罪。行了，把人抬走吧。这。大赛，来。怎么了，义父？一会儿你们把他抬到紫禁城外，你要想办法。明白吗？义父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这。统领大人。
东西还给他了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把荷包放在了易欢姑娘的身上，如果她还能醒过来的话，应该能看见。你说什么？她不是装晕的吗？她不应该出了宫就活蹦乱跳的吗？皇上，易欢姑娘这次可不是装的，她真的晕倒了。听说她今天闯了2次宫，跟侍卫们交了2次手，可能是用力过度，身体发虚，诱发了她头痛的隐疾。奴才追出去以后，发现她躺在树下，奴才过去探了一下她的鼻息，还有点微弱的气息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。哎，皇上，皇上！哎，皇上，皇上恕罪，慢着点，皇上！皇上，怎么了，索大人？快，皇上怎么了？喂，回头我再跟你讲，索大人，我得伺候皇上去。皇上！皇上，慢点儿！